多谢主阳，继续来看到2020年跨年，今年有5月天，也有蔡依林留伫台湾陪大家做伙迎接新年。嘛，收一寡天王去到中国来赚跨年钱，像讲金曲歌王王力宏，到时阵会伫咧江苏卫视跨年夜，伫咧中国和中国观众做伙来庆祝跨年。也有孙燕姿、潘玮柏、邓紫棋。另外，东方卫视的部分有罗志祥、梁静茹和那英，也有林俊杰和香港天王郭富城会伫咧湖南卫视。陪歌迷来到达表述。光速穿行，让时间追逐我的脚步。勇敢的人最幸福。原科技风格咧做宣传，金曲歌王王力宏2020年的下年暗会选伫咧江苏卫视来表演。伫咧工场的，也有孙燕姿、潘玮柏、邓紫棋、甲欧阳娜娜。其实也有真侪演艺界的大咖，拢要来唱对换的钱水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。看伊深情咧献唱，人气一直拢足悬呢。有人甲号做讲是会行路的 CD， 这就是歌手林俊杰。这边要来和香港天王郭富城，还佫有这个杨宗纬，伫咧湖南的卫视要来和迷众做伙来倒拍算下年的时间。也若台湾的迷众，恐惊都爱伫咧网络直播顶悬，才会当看到因的偶像。早就穿好势，要伫暗会现场来甲点一个舞姬。小弟罗志祥，2020年的下年是来到东方卫视，伫咧工场的，也佫有梁静茹甲那英，这个阵容会使讲算是真十全。也若伫咧31迄天，伫台湾的天后蔡依林，嘛事先来到北京和信做伙来娱乐央视的下年节目。也若这个浙江卫视是因为高以翔过身的事件，会使讲去互网友甲骂甲要变过，才来致使下年卡数拢还未公布。外口咧谣传讲周杰伦捌答应要参加，不过伊的经纪公司嘛驳回讲绝对无这个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